為雖然阿成哥拍片就講普通話，俾人感覺就好似同國家示好嘅，但係佢哋見到一單新聞咧，有外資企業你點冇電話咧？落翻嚟。呢一個中國反壟斷法，幫我打個電話。依家成哥亦都係受緊呢一個反壟斷法嘅問題困擾緊嘅。嗱，咁究竟係咪想借嗰單嘢話俾成哥聽，好收手啦？如果唔係嘅下場好似佢咁㗎啦嚇，好唔好？請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一下先嚇。究竟發生咩事啦？因為近日咧，我見到有一間外資叫做 DuPont 就杜邦，就喺中國啦就被市監局嘅立案調查，就懷疑涉嫌違反壟斷法。咁呢間杜邦啦，DuPont 點解？杜邦中國。根據新華社嘅報導杜